杨若英和夫就绪，他夫人当三记胸部一拍，使得领的性命在我身上。为这东门下头在外头去等，大人手把回家。这大人马上到房厅上去见我，一时相伤。东门答应一声，忙正外头去等大人。我都在那等大人。大人来着，东门下头已经看见着。哟，大人为夫长。是啊。他夫人等姊妹半日子呀。大人啊，你快点进去吧。还有东门青梅同病，是我为主是你为得失望里向，得失望里向身体受定，这个大人觉得来闻令出去。为啥嘛？哎呀，娘啊，你兄母不能来拍个呀！你一拍兄母不容忍，因为现在搿桩事体不是浙江个办，官长要养难无性命，现在是西太后的皇帝要养难无死罪。那就是一拍胸部嘛，对等我儿子走来，门清爽，再拍来得及了。咱们哪弄法？干嘛要我到里向去？告诉娘，那胸部拍得没用样的，不对。东如晓得自家娘的脾气，平常日家脾气蛮和和爱口情，发起脾气来救牛拉不走的呀，肯一包挑事来。根本，我现在房厅浪向随便哪不能去，我只能等了书房里向步流外走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做文章。等到吃饭呢，吃饭到外头去上饭店。要上饭店嘛，要同地过，大人做人家吧哟。同地是咸菜店的比较低，咸菜段别汤有味。那么吃夜饭呢？吃夜饭再理一理。那么夜里困觉呢？哎呀，困觉总归要回出来过。这到来了，龙江。不过大人再一想，都不过初一，都不过额半，身头一搭，手头一搭，还是进去吧。娘知识大理，总归讲大理。跟儿子做不得的事情，眼睛吃了我都做不来的。对，大人注定一定，立起身来，打出该到希望，忙正房厅而来。走到中门公司一看啊，东门下头发了黑，进中门大概到房厅跟前，一看嘛，每个门里下下来，大人注意的两个妹妹叫进去，先来三张看。倘若大娘娘现在发了房厅浪向，那么我到里向事体一五一十讲给娘听。倘若大娘娘坐下了边浪向，我自家讲闲话要当心。该大人周定你的，最过来，两只手在门里浪向打冷，轻轻就小开着，眼光坐进机关。既然大娘娘受了娘边浪向，而且自家家乡妹子儿子侬，头一个就走得来再的三个怕家伙这批人啊！可是我哪进去法子？门里瘫痪下来，不全身体刚正要想追。东门下头已经看见着，大人进来着。你是个急了，我已经看见着，那是不能离开的。进去，门里嘡一下，忙正里向进来。所以大娘娘听见大人进来嘛，要紧立起身来，得，到平门北一来，做上不去回避，因为大人家有规矩的呀。虽然大人已经50开外年纪，但是他夫人不管个，就是遇上交接了这个外地人登了还不大方便，所以听见大人进来嘛，也正到平门北去回避着。大人走到娘门里，恭恭敬敬啊，母亲大人在上，儿看见母亲的儿啊。回来了，是啊，快起来，一帮手了。多谢母
亲。东就忙正边浪向身体受定，等到你身体受定，家乡见过男女人，妹子么见过阿哥，自家个儿子囡见过爷，接礼一别。大一看，哎，大娘娘没识相，未必走，现在发了边浪，搿么这个，让我侬爷娘不桩事体，扭扭蹦蹦讲拨自家娘听吧，哎。啊，梦一个亲自为分吃口娘，并门被所有大娘娘看见都交接一别，根本我也来着。得，大大人们的不双膝下跪，叶老师，你有救命啊！哎呀，大娘娘在啥地方出来个家？分看见哇！哎呀，大娘娘须得如此，快请起。哎，大人，我的衙内部被御衙之妻批进衙门，公报私罪，却大人这将是新的故友，步步相红，红青菜，红豆两海，内部人不得已改到京中，也在阴谋大堂，顶杯上空，请大人释放相容，也搭救我的性命。你听嘛，实在为之衙内部个张儿子，哪能我最服了我讲这样？咁么那你，哎，我操，就要开了。啊，大娘娘一路之上辛苦了。救命的！你是不是到底进？要救命！你去背个人呐？大人，你要救命的！哎，我错在错不得呀。那么总是龙江特在。他夫人对儿子忙忙，你还会得龙福禄噶？根本还是我来吧。大娘起来，领地的性命在我身上。这看见娘一拍三只胸，娘娘啊，你家自己不晓得了海，你晓得肉碗里吃那个胸部怕不落呀？那么龙家特在。兄，多谢大人太夫人救命之恩。所以大娘娘，你起身来。来让我身体受力，身边的张床子拿出来。大人，我的还有不，这家你虽人与时王公心在此，请大人顾开。我的这过来手不动静，等人打这道水里面先看个封公信，公信浪向写得蛮清爽，有一样是米生小同志老大人带去。明内相差，是信纸吹开，那么上一大片三头章，多人送团知皮口误，哦哟，这封公信写得好，叫时时铿锵，句句有力，才是把事实讲道理，让你确实有望。那当中为什么几句闲话啦？要我在户口设法之中送上建议，再判是非。就是讲，在了500办法当中，那大人想个办法出来，随便哪一句娘娘个心意的。我同志注意的，我是想不出办法，要门都来帮我想。公信口后，伊朗一方，再拿张上纸拿起来看，送团之理看不给大娘娘看看那个对子差脱的这，根据大清朝个营地啊，以下为上，以民各国于谁？都是杨润个张上子里向，狗只讲谁上鼓掌？从余杭市与吕世荣过去，搞到清朝洪才来为止，100几十个鼓掌，统统包括了里向，哪有几口脑袋啊？等到搿张上子看完，一如往中茶几浪向一放。啊，大娘娘，是想二位领地欲望之时，不是劳苦千里迢迢赶往京中，又是顶杯上空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只将你许人公心私说实在，领地公受欲望。不过大娘娘你空气笑。而今你来迟的了。哈，什么子？是我来的太子啊！我刚进门过他夫人的了。
红清茶的罪责为本来，哪是我来的太爱真？大人，真是我来人了。啊，娘娘啊，红钦差罪责说的到头，是令弟并不有望今日早朝，因故罪名身上，老为知出之命，圣旨一下，待等来朝，风闻发出，到这厢将娘来奉，隔壁是帮风迎上，名正地应。哎呀呀，大娘娘啊，并不是我同处随随旁顾。是乃令你名为受诏，是到如今真是山穷水尽，我奉人为你的了，手动如双水路呀！眼睛但是讲娘看看娘啊，那个胸部还在趴着了啦。所以董娘娘一听那么为急。杀红清茶的罪责所你来，今家在罪名甚大，只其他于知察是你，我杨乃武三把菜的名字胖胖求他，待得领着上营部发金奖，但这讲我杨乃武三把菜帮夫营长一刀两断，我没办法救兄弟的性命，既然兄弟不能我命，我了是讲了想为啥个意思呢？根本大夫是娘我还细致吧。也想说起来，毛正旁边林一郎当上去嘛，不过这一想，凄美。我哎呀是，也是个，一样是门家死了顶背老乡，这个死才是从事他噻。我现在死了该打也还了东家的，而且我杨瑞英，我了还为能够帮兄弟想想办法，我死至于啥人来动啥个脑筋。哎，所以董娘娘一律哭么，人来这个冲。不理听这一句，董宁的老师待等来着风文发出，那门这发公文嘛，今朝为于一日了喂，你董宁为啥想办法个喽？所以重新知道董宁门里，呀大人，你也是发先知。大娘娘须得如此，快快请起。大人。想我的还有伯伯死不瞑目，大人啊！我的什么福全有，大水晶。为我的生有力亡，我女死在顶背之上。我家婆我对君，终日我分身随过一个心。呀，大人，你也知命的。所以董娘娘一对哭，一对磕头，眼睛回过来了，对他夫人嘛。一人说他夫人啊，刚进来帮大妈那3记胸部一拍，你现在把这健康不能做王女帮帮忙呀！呀，救命啊！董主在看见了，看见董娘娘一面哭两双眼睛，在自家娘杀伐有什么关？想来不能对我娘杀个呀！杀得我娘落不落，再拍3记胸部，那么我就这死不难看。我董主偷偷讲，两双眼睛杀过来，看自家娘的天哪！哎，你让对里看，他夫人也让对来嘛。这可这个杨若英嘛，真正做娘。今次你我家门一直举在地上，蹦蹬磕头，磕得个头，真是为方舟磕噻。那个头浪向我的都要磕出来，真正做娘。
口里泼得了人心焦温度起，太夫人心里一人一人的难过。一位儿面不是酸，并太酸；一位儿脸发大红是血喷。所以董娘娘为了老君，杨大人，你也居明的，他你心事得救。那么做你的是公杨内务不有王，不有王那个是叫谁与应的？是公是有王，那么有我们上了北洋里死呢？兄也听，一位儿莫也真，一位儿他对也对，一位儿他理也深。既非弱女恰不生。也想当再拍三记胸部，不过家族再一想不能，搿桩事体实在动不过。其他于深知以后，儿子实在办不得么，逼啥哩呀？终究是个儿子啊。不过家族再一想不得，娘来无戏，是你都只讲个被土拨里眼里戏，你都官场眼里戏，老百姓只能戏，是冤枉还也戏。搿这样说起来，你老百姓的性命忒不是侬的着。那么既然都偷赃枉法，我老他服我听，我老他也单独对一对。老他喊人只怕发根，一些面孔一白，眼睛一戴，呆子说引动娘娘。大娘起来，领地的性命随我身上。我同事一看不娘一拍三记胸部，那么今朝总该死得了咯咯哩哩的。求多谢大人、太夫人救命之恩。立起身来，来让我身体受力。太夫人的面孔慢慢间不出来嘛，呆子儿子。儿啊！那么我就吃排队子，母亲，我请问你，你虽然为国多年，后再为所？为何啊？当子娘要请我吃排队，要是来问我，你走过自家去我年手，啥个再重要，你也晓得。那我讲道理呀，道理我拿出来就是。启禀母亲，谁上为国，无非上为国计，下为民生。国计怎样？民生如何？国计一国之计在于君，为臣死君，忠心报国，要生之道，普遍于天下，举不兴于水后之中，是国父名将。那么地方上的衙门要来何用？部长与何用去？地方上衙门是爱部长和无名，是爱怎样？是爱是地方上之爱民不控告，送不红缨，七不在七，道不在道，路不拾遗，义不庇护，此乃是爱之道。那么红命呢？红命，倘有良好之名，被官长恶意，一定要设法严拘，不拘少人，切公之有约，此乃是红命之道矣。那么太过无理，又是怎样？太过无理，大不相同。
他们私心私用，不公道德，推诿枉法，何不养民？此类故障不能弘明，反作扰民，实乃是国家之美事，害群之马矣。儿啊，你是故障，为是之理。这个侬就想不落，今朝娘气昏的啦！啊，还是我儿子做官做自家去我年数了，现在还不晓得来问我，那么乃是做官了，还是老百姓呢？启禀母亲，孩儿们乃是故障。你官姓什么？当是红名啊！那么杨内母他是故障，为是之理。这个嘛，哎呦，我天！娘一个秋子对我来嘛，甚至对的杨内务生了。你来问我话，杨内务搿么是老百姓的还是故障呢？杨内务同治12年中过举人，但是举人来着割脱个罪，现在判处死刑嘛，哪会得做官？杨内务嘛，一个指令罢了。是啊。那么他夫人面孔一般，眼睛一带，带子当一拍。儿啊，厉害！这个，哎呀，董事心里想蛮清爽，娘搿声喝就是不喝话。中国的闲话，中国的文字啦，蛮科学。同样一个字，那声音高低、腔长都，这个里向意思都两样的。倘若一个人讲，各位是听听的喊讲，没喊，这个真喝。倘若讲我两个是哪喊讲，哈，哪喊不喝你？这个喝就是不喝，我心里想蛮清爽了。哎呀，大人做你的这两句闲话，我分讲错了。那大人一听娘了发脾气的，哎呀，母亲息怒。你记住记下杨内务他公正有啊，话起与他姐姐所应该往京中，要在银宝大堂顶杯上火。话起你虽人私心是所实在，放在他跪在你面前空口哀求，为什么你一地双水路呀，不丢而必设法相容？家里身为银凤侍郎，李大大未必彻底杀命，这谁是道理？而今知绕网文，分明女子将其心的故友通通一起，狼狈为己，受谁为养？你为什么不肯做够良好的部长，也做够厚道的部长？这都是为娘平日施于家家，我哪里对得起夏日门中的总席哟？呀！母亲息怒。我同志旁边听得了，我天，娘个废话讲得有大气。哦，那政府自家晓得要护民，老百姓有欲望，应该设法研究，不至于让人天狗之忧呢。那么那是官啊，杨乃不是老百姓最欲望噻？你为啥明晓得欲望，你不肯相救？难道你在浙江那边偷官污吏，统统一起狼狈为奸？这样看起来啊，嘿嘿，这个是我娘平常的家单呢，不敢家教，我对不起你的话话里向，立足。表面浪向娘了讲自家不干，但是或者声句再当了我儿子身浪向，活动就拿吃的。挖出来的，几代大人不敢想，房厅浪向合府大小，大家吓得来，身心离物啊！太夫人，大怒发雷霆，切齿家大侠文武举，
凳子上向手不是，立起身来，往正娘门里破了多举下来。等到你举下来嘛，那个家乡妹子、儿子、男人，通通举下来。你到几人举下来嘛？搿边低下一看，东高才举下来嘛，你西高不能立了，还不两枪怪，不，通通全部举下来。据说运动娘娘为受害了旁边，现在看见大家在举下来嘛，你哪受得住？你起身来，得，追过来的他夫人门前，不，上西下跪，兄，太夫人，你不要责怪大人，都是杨氏之罪。兄，大娘，此乃我家事，与你何干？快起来！是，你起身来，来让我身体受的。儿啊，你好！母亲息怒，孩儿几岁了？大人是努力生居息怒，孩儿几岁不能称。众人举那门的不让客虑了居民。要是他父亲对胖不住，理也不理，睬也不睬。那么东就龙江，立不起人。我晓得那龙江他们旁边一个人不说，啥人？啥夫人活动这个老高些，真痛着。晓得不？自家个老男人小子呀，你立不起。这底下要50开外年纪，这个哪来事的？干嘛要自家上去求求胡太太心头不来？搞得我家年多年，自家胡太太的脾气一清二楚，平常蛮好一点不高子，发起脾气来时，乃再秋啊叫后浪天雨，不用让给。怎么哪能发现？嘿，少夫人谁定聪明？嘿，想着一个人，啥人呢？自家的胡太太。再欢喜孙子，就是自家的儿子。只要孙子上去，他行，肯定来事。还得传到自家边上，是啊，夫人2只手头，往正儿子手指骨上打了往子下一拖，别里看看，别眼头没人啊，你都要弄讲上去偷人啊，走啊！哎，但是个孙子呀，3个最神奇噻，来得个聪明。看见娘老自家手指骨一拉往前头一抬，有手马个子，2只三脚毛头在地浪向马过来，在海部门前，西巴分的2只3岁，马上海部脚毛头浪向一打，几抬几娘，个小奴呀，叫我太人欢喜的嘞！啊，这么大声啊！不出来对子呀！啊，弟弟，儿啊，你要在外边设法相聚的。哦不，冬如气雨，今朝啥个日节？上头把那娘吃饭头，下头么儿子来嘎嘎教训我，你等我头想办法。3个班，2头人去，不过再一想，啥呀哈来做些，为父么一定到外边设法受治。这么大人，你看弟弟也原谅了。看君做梦言发笔，你不必口句，内3分开生儿一滴香蜜。
怎么大人，你看那弟弟演圆脸呐？哟，你在写脸呐？他夫人本来面孔必白，现在不能甚至几太几娘，哪里几人么？但是不好意思在，所以隔了一些。动作看起，哦哟，儿子有哪里个？娘刚刚面孔必白，哎，把那个儿子人都写出来，写出来嘛，不是体在。大人一见晚风红开先里，他在的开家母亲母亲大人，孩儿一定到外边设法迎拒必了。他夫人想，神风不能吵得太重，还要让儿子落得落。儿啊，这才是道理，快快起来！都是母亲，那么同如立起身，那立起来嘛，家下妹子儿子囡，我的佣人阿妈娘姨，统统全部立起来。大人走过来，到茶几边浪向，躬身上子，啪，拿到手里呀呀个，往正台台里向一看，啊，母亲大人。儿告辞了。儿啊，起来！母亲有何吩咐？你的未必怎样大事？儿立即到外边，到严某桑大人公馆，据他明日真爽毕了。是若商大人不肯真爽，你必怎样？儿立即进宫去见老夫爷，据他虽为人民。老夫爷不肯虽为人民，你必是这个问，与娘娘必伤我这问。倘若老夫爷不肯虽为人民呐，你说哪问？打工绳子进去问，掉上了金炉地上想不着啊！这个儿啊，是老夫爷不肯虽为人民，你与我开封少镇，四顾为先。说，孩儿真明。东周猛正儿女出去，那么要施压设计，见到无人情，我们寻知道此就说。